嘿，小邓老师，嘿，小晴，哇，小邓老师，今天我们的摄影棚特别不一样，好热闹哦！哈哈，冇错，今半夜我来你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的山歌哦。客家传统的山歌就是采茶歌吗？客家山歌是样板形成，无穷考究。不过头摆客家人，无论带也是港中的素材，都客话山拿别个风。做个流通之后呢，心有所感，就会老当时新冠度嘅喜怒哀乐，用歌声来表现出来。张开始世界，可能是单纯嘅哀叹啊，也是欢喜嘅上跳。有上时为到爱呼朋引伴来唱歌，也是讲爱老对上嘅朋友台上来讲话，渐渐的就会变成歌声，慢慢的形成所谓嘅山歌，也是你客家歌谣嘅一派特色。山歌也成为最早的代表客家音乐嘅表现形式之一咯。哦，难怪有时候听这个客家山歌哦，它尾音呢都要拉很长哎。小晴讲嘅冇唔错哈，老山歌嘅音呢有上时嘅佢嘅音会来下上，你也就会讲乾山。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听听老山歌喽。冇问题。在你谈这个老山歌之前呢，我先来介绍歌词啊。好。你下出来介绍你老山歌嘅歌词。客家嘅山歌呢係當有文學性嘅哦。佢嘅結構呢，老啲嘅題材係講求押韻，每一首都有詩句，每一句係7隻詩，總共係28隻詩。今半夜出嚟介紹你客家嘅歌詞，佢嘅歌詞就係你妹茶來兩妹錢，茶比朝陽陽朝年，連茶帶陽屯落戶。一生難忘阿妹錢，坐下來呀，撩下來，撩到兩人心花開，撩到睫毛沉落水，撩到膝頭飄起來。哇，这根本就是一首情诗嘛！係呀，呢一首歌詞啊，就係描寫男女嘅情愛，客家歌嘅親密性，也係錯兩位哦。時間嘅關係，你就先來談老山歌哦。